中国海警今日早起，搁再用上太执法船只的名义接近金门外海，穿过限制水域。咱的海巡人员除了监控，也公布驱离，表示这中国是故意来骚扰，对区域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。这个时间点拄好是总统赖清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之后，这政府呢宣布要投入1.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，在野党拢希望这总统呢会当来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。 呼叫中国海警146-3，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，请立即转向。中国海警28伫咱金门海峡出现4架船2架一组排敌的方式航行，咱国海警随对地监控，公布赶走，各公布执法的画面，批评中国用海警船加工执法船载面机穿过金门限制水域，变做真接的侵扰。 透过网站9月底以来，中国官方头一届公布，福建海警要加强金门附近海域的管控力度。时间点就伫总统赖清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，佮宣布2项国安行动方案了后，但是赖总统宣布政府要提出一项8年400亿美金，差不多代表1.25兆国防特别预算。胡那白拢话声，应该邀请总统到国会进行国情报告。明年国防的支出其实是破兆。 相当于我们的国家总预算的3-4成，这个会不会排挤掉我们对于国家的基础建设，或者是对于社会福利？要邀请赖清德总统到立法院来做国情咨文，这是台湾民众党长久的主张。事实上，也是赖清德在总统竞选的时候主动提出来的。 他自己严重跳票了。根据立法院这款刑事法规定，会当透过全体立委1/4以上提议，经议会决议了后，拜登议庭邀请总统报告国家大政方针、加重要政策，也是由总统主动自请立法院同意了后进行国情报告。对在野党发声，民进党团讲爱符合规范。15条之一规定，立法院每年都可以邀请总统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。不管是立法院邀请总统来，或者总统主动表示要来。 都必须在合宪的原则之下。党团书记长陈培如嘛话讲真赞同，除了合法，也希望立法院会当愿意支持预算，让政府会当理性去讨论特别预算对台湾的意义。记者采访报道。